一個經節講設家啲在四邊記803第17節，上帝嘅中心，從理下到原人本遵從其實，係每人要敬重上帝，要相信主耶穌，佢嘅中心，佢嘅恩典，從理下到原人，唔是離開過，設家要遵從其實，佢嘅公平。要講下本自家嘅自信，嗱，所以自家寫緊你喺度，要相信主耶穌，要遵從上帝嘅恩典，嘅憐憫，嘅忠心，唔是切在搶自家，就是家原人，就是家自信。詩篇記803 18節咁樣講到，對於每一人揸門家嘅唱出嘅命令，上帝要看顧，上帝要保佑。上帝要祝福，從設家理台到設家自信嘅台，得到嘅快樂，得到嘅平安。所以設家要謙卑嚟到主耶穌嘅面前，信任佢、尊重佢、敬重佢，嘅反應寫出到原人，設家得到嘅忠心，得到嘅公平，得到嘅恩典。阿門。